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新呢個頻道啦。今集68集，咁要分享11隻不鏽鋼嘅手錶俾大家，希望各位師兄師姐有興趣，記得訂閱支持，俾個讚好小弟。希望今集嘅11隻手錶，各位師兄都有興趣，記得訂閱啊！咁多位，多謝晒你哋先。第一隻要介紹呢個 Omega 長城帶啊，呢隻手錶就極少有啊。可能上 Chrono 24都冇噶啦，呢一隻手錶，因為真係比較少有。咁呢隻手錶咧就計時跌飛嘅款式啦，就配上一條長城帶。咁俾大家睇下先，有 Chrono 嘅，咁呢隻手錶就41mm 呢一隻手錶。41mm 咧長城帶咧就會有 Chrono 嘅咧，條長城帶就會厚身好多嘅。如果普通嗰啲三針錶咧，嗰條長城帶咧係會單薄好多嘅，冇咁厚嘅，同埋冇咁闊嘅個耳仔。你見呢條錶帶咧會厚身好多嘅。首先俾翻個錶頭大家睇下先。咁41mm啦，一個黑色嘅錶面，配上計時盤，個擺位369嘅個計時盤。咁日曆就擺喺6點位。俾大家睇下手錶狀態先，好高質素嘅隻手錶。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啦，41mm 上手效果。咁呢條帶就做到好厚身嘅，因為佢有計時個關係啦。上手效果全套齊全，日本正。仲有咁多空間，仲有士啤格數㗎，所以唔使擔心唔啱戴啦。咁呢個錶扣咧就蝴蝶嘅設計嘅，俾大家睇下啦。呢個銅軸機芯啦，全套齊全噶啦，有埋盒，3張卡都有，同埋有牌仔嘅，齊晒噶啦，即係 full set， 同埋格數都有齊嘅，俾大家睇下先。型號45415000，咁呢隻手錶就26,800啫，26,800。如果買隻3針嗰啲都要2萬幾噶啦，所以變相其實計時就值得收藏。呢隻手錶都係賣緊26,800。第一隻嘅手錶，多謝各位。第二隻都係要介紹 Omega 68仔啊，咁呢隻手錶。咁呢隻手錶就45mm嘅，一個黑色嘅錶面啦，有排氣閥嘅，呢個螺絲嘅把的。咁呢一個咧就可轉嘅外圈，呢個外圈咧陶瓷外圈啊，陶瓷嚟嘅，唔係梯片嗰啲舊款，呢個陶瓷嘅外圈嘅。咁6912就用咗一個橙紅色嘅設計啦，超強夜光。咁一條實淨嘅鋼帶啦。咁個機芯咧就使用呢個8500啊，8500嘅銅軸機芯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啦。45mm 上手效果，呢隻手錶都係全套齊全嘅香港行貨。嗱，仲有咁多空間嘅。咁3張出世卡，同埋有埋香港行貨嘅購買單嘅。有埋牌仔嘅，3張卡有埋牌仔，同埋有2013年買嗰陣時嘅發票，同埋仲有一粒格數嘅。咁新裝款嗰啲咧就上螺絲嘅，就唔係揼摔噶啦，擰開2粒螺絲就可以校到噶啦個錶帶。咁仲有個盒嘅，23,000蚊啫，23,000蚊。咁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啊。第二隻嘅手錶，第三隻要介紹格拉蘇蒂啊，偏心系列，俾大家睇下啦。呢隻手錶42mm嘅，近鏡俾大家睇下先。咁有動力儲存啦，雙鵝頸微調。咁呢隻手錶就手動上鏈嘅。咁呢一個就小秒針，俾大家睇下個底先。咁個底就密底啦，手上鏈嘅。
一條代用全身帶，代用嘅呢條帶，一個原裝扣啦，原裝蝴蝶扣。呢隻手錶就42mm 嘅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啦。手上鏈嘅，咁呢隻手錶上手效果42mm，全套齊全嘅，2024年嘅呢隻手錶，6月嘅錶，個盒好新淨啊，書仔啊卡都有齊晒噶啦，俾大家睇下質素先，質素都有90%新噶啦隻手錶。俾大家睇下個規格，40,800蚊，40,800蚊啫。咁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，咁個型號就係16606042205。大家可以 cap 低張相，上網查下啲資料，做下功課嘅。價錢40,800蚊，第三隻嘅手錶。咁第四隻要介紹呢隻 Sim 啦，咁呢個型號係104，呢隻手錶41mm 嘅，咁一個可以轉嘅外圈啦，黑色可旋轉嘅外圈，咁配上一個綠色嘅錶面，俾大家近鏡睇下個錶面先，一個綠色嘅入邊好似閃粉咁樣嘅呢個錶面，有陽光底下就非常靚嘅一個綠色嘅錶面。咁超強夜光，雙日曆嘅星期同日曆嘅星期同日期嘅。咁呢隻手錶就41mm，就全套齊全，香港行貨嘅。2021年，咁一條實淨嘅鋼帶啦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啦，上手效果。手錶都有90%新噶啦，都係全套齊全嘅，俾大家睇下個狀態先。咁有張證啦，全係啦，有盒嘅，同埋有啲書仔，有啲配件，同埋仲有士啤格數嘅，俾大家睇埋個規格先。8,800蚊，咁有興趣 WhatsApp 我啦，620642288， 8,800蚊。咁第五隻要介紹呢個精工貴朵系列啦，咁呢隻手錶就酒桶型嘅設計嘅，黑色錶面，羅馬字，咁有動力儲存嘅，同埋計時啦，咁呢個動力儲存嚟嘅，48小時，酒桶型，俾大家睇下啦。戴上手，上手效果。咁個錶底就有隻帆船嘅，有個帆船嘅底嘅條錶帶，手錶企理實淨嘅條錶帶都。咁呢個型號係991，俾大家睇下先。991嗰個就係型號啦，價錢15,800，15,800。如果呢啲錶之前幾年前都要2萬幾蚊㗎啦，咁而家都係1,500啫，少有款式。咁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啊，大家都唔會陌生㗎啦。如果中意呢隻手錶嘅人就有興趣 WhatsApp 我。跟住再介紹都係精工貴朵啦，呢個型號係 4S77-0A20 啊。咁呢隻手錶就俾大家睇下先，38mm 嘅。一個銀色錶面，咁有星期啦，星期顯示3支針，仲有呢個藍鋼指針嘅，一條實淨嘅鋼帶啦。手錶都有90%新啊，而家近鏡俾大家睇下個質素。一個透底啦，可以睇到個機器。呢個機芯就係 4S77 嘅機芯使用。螺絲巴的嚟嘅，呢個要擰鬆咗先可以較時間嘅。咁上手俾大家睇下啦，錶帶都夠長噶啦，仲有咁多空間，所以合適啊呢隻手錶。嗱，仲有咁多空間，
手錶都有90新㗎啦，呢隻手錶。俾大家睇個質素先。咁呢隻單錶一隻13,000蚊，俾大家睇埋啦，個規格13,000蚊。咁有興趣可以 WhatsApp 小弟。跟住再介紹都係精工貴朵啊，個型號係997就黑色嘅錶面。咁呢隻手錶就40mm 嘅，超強夜光啦。咁之前賣出兩隻就藍色錶面，咁呢隻就黑色面，俾大家睇下先個質素。呢條實淨鋼帶啦，個錶底一樣係不死鳥嘅錶底嘅圖案，大家都可以睇到啦。擺上手俾大家睇下啦，40mm 錶帶長度睇埋先。嗱，錶帶仲有咁多空間嘅，所以都合適㗎啦，各位師兄都。呢個就黑色嘅錶面，俾大家睇埋個規格先，13,500蚊，13,500蚊。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。咁跟住再介紹卡地亞最大裝啊，山道士 XL。咁呢隻手錶直徑就38嘅，最大裝嚟嘅隻。咁一個嘅招牌錶面啦，配上羅馬字，咁做咗條蜥蜴帶，手工蜥蜴帶，所以比較軟熟嘅。一個蝴蝶扣啦，原裝蝴蝶扣，單錶一隻。咁呢隻手錶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啦，上手效果大家都唔會陌生㗎啦。呢隻手錶上手效果，咁呢隻就單錶一隻嘅，25,800蚊，25,800。咁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。咁跟住要介紹 Omega 型號3513.5000。咁呢隻手錶39mm嘅，一個黑色錶面啦。近啲俾大家睇下先。嗱，有計時嘅呢隻手錶。咁一個呢個外圈咧就唔可以轉嘅，呢個緊圈嚟嘅，啲數字冇甩色嘅。日常佩戴非常抵啊！呢隻手錶。咁單錶一隻嘅，一條實淨鋼帶。咁條鋼帶有輕微嘅使用痕跡啦，好輕微啫。手錶總體都企理嘅，少少輕微嘅使用痕跡。條錶帶。咁呢隻手錶就單錶一隻，10,800蚊，10,800蚊。錶帶都夠長㗎啦。錶帶仲有咁多空間嘅，手錶總體都有80幾新嘅，係條錶帶少少嘅使用痕跡啫。價錢10,800，個型號就係3513，5000個就型號啦。咁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。咁跟住再介紹雕陀 GMT 啊，呢隻手錶，咁個型號就係20400。咁呢隻手錶就44mm嘅，一個黑色錶面啦，紅色呢個位就係秒針嚟嘅。咁有 GMT 功能嘅，紅色支針就係 GMT 㗎啦。俾大家睇下先，44mm 一條實淨鋼帶，手錶有90新㗎啦，呢隻手錶，條錶帶好實淨嘅。俾大家睇下個質素先，戴上手44mm，條錶帶都夠長嘅，仲有咁多空間嘅。同埋有張出世卡嘅，2011年啊，有張卡加隻錶，睇埋個價錢啦，13,800蚊，13,800蚊。咁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。
咁跟住再介紹呢個勞力士 Air King 型號114200，咁呢啲係新裝少少嘅 Air King 嚟嘅，因為個腳係肥身嗰款腳嚟嘅，唔係拉沙嗰啲錶腳。同埋呢隻有內影嘅，係11字頭嘅。咁呢隻手錶就34mm 啦，一個白色錶面配上369加夜光嘅呢隻手錶，一條實淨嘅鋼帶。手錶有9成新以上啊！手錶好新淨嘅，34mm 新裝啲咧，個殼會厚身啲嘅，呢個殼同埋個扣都唔係舊嗰啲嚟嘅，可以睇到嘅。手錶都有9成新㗎啦，抹乾淨俾大家睇下先。咁有內影嘅呢隻手錶，有卡有牌仔，咁 V 頭嚟嘅，2010年，同埋有個錶盒，價錢34,500蚊，34,500，咁格數就12格啦。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啊！戴上手嘅狀態，手錶都有9成新㗎啦。咁有興趣就記得 WhatsApp 62064288，歡迎相約交收，歡迎呢一個嘅尖東半島中心交收都得嘅，有小店嘅，係啦，大家夾時間就 OK 㗎啦。多謝各位。